響成為正式嘅員工之前咧，咁我曾經係華資處嘅受助者。咁當時咧，華資處為我啟動咗呢個援助嘅機制，咁幫我度過咗人生最艱難嘅時期。咁華資處俾我嘅幫助同埋支持咧，唔單止令到我咧有如獲新生嘅感覺，咁亦都令到我咧重燃希望。2007年咧，我響中國咧移民嚟到芝加哥，咁嗰陣咧一切都好陌生。因為喺一個新嘅國家裏頭重新開始咧，對於我嚟講咧，係真係一個好大嘅挑戰。咁我當時嚟到華資處咧，一方面咧係要尋找工作機會啦，咁另外一方面咧，亦都希望咧可以為社區咧做一啲嘅貢獻。咁嗰陣咧，我家庭咧出現咗好大嘅經濟困難，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可以揾一份穩定同埋支持。華資處咧提供重要嘅支持，咁指導同埋社區聯繫啦，咁幫助個人成長，亦都強化咗芝加哥華人移民社區嘅凝聚力。